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来到福气来的时间咯。夜餐的天时一下小暖，一下凉，大家要注意自家身体健康，唔好感冒的哦。今日呢，我们特别邀请到华山基金会的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，谈今年在工作之中有冇嘅感人的故事。欢迎魏丽、思涵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山基金会大寮爱心天使站的站长，我叫魏丽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重治的孟思涵，今天嘛在大寮天使站服务。欢迎两位哦。我们第一讲华山基金会，也係做老人照顧嘅工作嘛。我們喺呢個工作之中，能做有乜嘅性質，係同乜嘅有遇到乜嘅困難嗎？华山基金会主要是服务65岁以上失能、失智、失忆的长辈。那其实，在我们在地服务10多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长辈其实他日常生活中最辛苦的3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吃饭，他可能因为牙齿不好，或者没有办法出门，其实吃饭对他们来讲非常困难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去看医生。虽然政府对65岁这样的老人家有很多的补助，有很多的优惠，但是到医院去看医生，对他们来说，交通费是一个支出。另外一个部分，医院对他们来说像城堡一样。进去之后，如何正确的到达诊间，甚至拿药，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第3件事情就是取药。很多长辈去看完医生之后回到家，其实每1、2个月都固定要去一些诊所或是去药局拿药，但是因为脚不舒服，或者是甚至是因为忘了，他们去拿药，有时候没有跟到一些高血压的药，对他们来说，生活上面不只是不方便，而且是非常的危险的。其實在請問一下喎，第一講老人家有時間，我哋錄下喺總票同人講，佢要看人嘅醫生吼，去到嘅太醫院有冇？就跟去到嘅迷宮咁樣啊，因去吼都10多年，係啊，我哋喺一個老人照顧嘅工作之中，一個服務地位，你有遇到乜嘅困難嗎？像我有一個服務嘅阿婆，伊本身係行李，那所以講伊去看醫生嘅時間，像有個醫生伊他唔是合法嘛，那阿媽伊又唔會講合法同講嘅建議，所以就變咗講。伊吞醫生咧講伊嘅病情，吞伊嘅情形嘅時間，變做醫生有時候其實他唔是伊咧講乜嘅。那像我哋去陪阿婆去看醫生嘅時間，我哋就會變做講去對阿婆去同醫生講伊嘅情形，同伊奈無爽快。那安尼係無法度去拿藥嘅時間，因為像我。下年阿婆伊嘅腳是無方便，腳無方便咯。伊行路其實已經就係輕慢，甚至已經無法度行嘅。變做講我去陪，就會去固定嘅時間，我去推拿藥嘅，因為伊有心臟病嘛，有高血壓，啊，所以我就差不多固定一啲時間，就會去推拿藥嘅。那譬如去拿藥嘅啊，同人做嘅老人家同醫生嘅翻譯都錯嘅。係對。除了呢個，還有其他個困難嘅地方冇？除了做翻譯啊，其實老人家都有講過，佢哋嘅無方便，你會提供佢輪椅嘅度嘅協助冇？會。像有嘅30以會跟係輔具，有伊嘅拐杖，我哋就會。老人就總比伊路較冇，大部分冇錢買嘛，對啊，所以我哋就會囤一輔具，囤個拐杖就會送去伊路卡，去本總比去用，不一定行路嘅時間就較方便啊。真的很貼心呢。我哋頭都有講到，能服務地方有一個送傳嘅服務嘛，能可以同人介紹一下講，能送傳嘅服務睇有嘅係乜嘅情形？送餐服務其實對華山基金會，尤其是大寮站來講，它其實並不陌生。但是去年7月開始，我們開始做了一件我自己覺得還蠻了不起的事啦。因為我們有一些義工發現，我們去外面人家贊助的一些便當，有的時候對長輩來講，
有的时候饭太硬，有的时候那个菜的那个根茎太粗，长辈对他们来讲，其实在咀嚼部分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我们从去年7月份开始，我们开始自己煮。这个煮哦，自己在来煮饭、煮菜这些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有几位义工就住在我们大寮站旁边。那从去年7月份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，当然瓦斯费、水费也开始暴增。但是很多长辈的反应是非常的正面的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可以吃到自己喜欢吃的粥，甚至我们附近有很多学生做的面包啊，做的一些特别的甜点，都会按照长辈的需求，比如说低糖、低盐。甚至我们一些住得比较远的长辈，昭明那边的长辈，也可以时常的享受到我们的服务。我们那一对长辈啊，因为大概在6、7年前在工地服务，然后在工地服务，因为有歹徒闯入，然后用一把铁锤，然后重击了阿伯的胸部，也打断了阿嬷的手跟脚。因为他们还有2个身心障碍的子女啦，所以他们每个月最辛苦的部分就是在月底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借钱去买白米。那当然，我们平常也会送菜去。那因为昭明稍微远了一些，所以除了送餐以外，送白米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服务。送米啊嘞，除了送餐啊，还有送米。就像头都威力有讲到的，阿公阿婆伊年纪甲愈较的情形，就是因为阿婆量的拉嘢，伊身体上面都有问题，无法度去食条路。那所以规个愈较的经济负担拢摕阿婆的身方。那米等下政府补助两到的时间，阿婆伊就会去买米。毋过因为会看医生，变做讲看医生又会罚钱。因为愈较就无法度是到就会吹去买，再去买吹也掉。如果今年个数年无按到，今年将看医生买米之后，都无钱买吹。就到压大时就规个都无钱的。那阿婆就变做讲伊又会开始去囤你加钱。去调两又去囤加钱。那其实加钱，新多年去加钱都伫加钱，其实迄伊个叫的时间。他家里困伊的员工就会无享用嘛，所以对阿婆来讲，其实是一个辛辛苦的事情。那安尼开始去服务因的故乡，因为安尼就会开始送米去分阿婆因的，然后送面包，像安尼有的卫生的面包店，有的送面包，安尼就会送过去，送菜啊嘛个物资就会送过去。那分阿婆因的一家里就可以有多一些钱，可以去看医生。那因的生发松就摕示范的亚本的生发松就改变青豆嘛，唔是更加就唔是亚婆就唔是米等呀去囤你加钱。威利，头当你有讲到个送传的服务嘛，还有也个故事。那其他除了送传以外，像看医生也系脾气老人家去看医生，还有其他的故事可以同人分享吗？我记得在大寮区有一对长辈，然后他们其实是夫妻，他们在2年前，阿公在区公所出了车祸，那个时候他就失智症，他本身也有骨癌。我还记得每一次他在家里面不小心从楼上跌下来，或者是上厕所跌倒，其实一般正常人来讲，我们应该先打电话给119，但是我每一次都会收到阿妈的电话，他会问我说：“站长，你现在在站里面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啊。”然后他再问我说：“你现在有空吗？”我会说：“有啊。”他会说：“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”每一次在经过扶起阿伯几次之后，我开始发现，只要是阿妈打电话，我会先问：是不是阿伯又跌倒了？是不是阿伯跌伤了，或者是流血了？那在好几次加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都接到类似这样子的求助电话。如此叫打天发崩，如果今年路卡有问题，需要你们的帮助安尼。像我哋头都讲到迄阿公，爱替摆肚道，就系有伊摆咩按不掉，不过安尼拄好安尼两个人穷下在加班，完成下班过去路卡完提站吼，就接到阿妈打电话来，就讲阿公又对面窗户放下来，阿妈因为阿妈一直叫嘛，然后咱哋就请警众就行去个查的就
去路卡去困，去到家说，其实因为俺迄体排拄到也爱清气，因为体排拄到因为拄嘛轻拄好，就会俺有一个塞拉的衣骨，就会塞拉的嘛，因为俺迄生模的变做讲，俺去扶也个阿公，俺无嘛给你去。哦，有塞拉个有你可以同天数都做啊，迄阿公就会帮我摕个铁板风，规个风起来。啊，为你去扶的时候，因为伊对你其实会轻太力气，那后地迄时节是由俺的迄个塞拉衣骨去同俺的去天数，所以其实变做讲，迄阿公两个人就去推扶起来，那俺就摕旁边去往位迄阿妈，因为佢就一直叫，讲真个。因为俺体排拄到公司间，俺看到伊情形就会惊到嘛，然后后来变做俺心情变就会心情苦啊，讲实在就看到迄情形嘛，心情苦。有看到安尼，就同就路卡的总批汹涌，可能发生一条事情，啊，这个心情都会受到失败嘅影响。对。各位好朋友。谈到遐条故事，是唔是感觉老人照顾的工作实在无简单呢？唔看，又要送菜，又要批个人去看医生。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，过来让您继续分享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一定睇路上有看过哪段也个上嘅义工，到底也个上嘅按用来帮助俺哋老人家呢？俺哋请站长同俺哋介绍一下。我们平常看到很多学生或很多成人在路边穿着红背心募发票，其实华山基金会每一次去帮助长辈，比如说开车载长辈去看医生，甚至每年春天跟秋天出去玩，其实这些都是需要一些资源来帮忙，比如说保险费，比如说油资。基金会在每年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都是需要这些经费来挹注。那捐发票是一个最随手的方式。如果一张发票能够对中200块的话，那就代表你又帮助一个老人家。所以我们常会呼吁，有很多学生在假日或在平常日的时候，甚至在学校里面可以发起这种做义工的活动。哦，伊个发票都可以来帮助俺的老人家哦。安尼能提募一个物资，除了发票以外，募物资的过程底杯能有遇到某个困难吗？像俺们较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啊，嘛唔算困难，就问题就有关的东西无适合装批。哦。像室内东西来讲好，像滚条，因为滚条会看较旧嘛，那对装批来讲是较适合的室内东西。啊，不过像有的滚条有两种滚条，其实俺们都就是本装批以内是无法度使的，嘛唔好使的。哦，用来讲。像伊咧就牛的滚条。牛。嘿，因为俺们咧老一批的老人家，因为种路卡拢系务农的。哦，耕田的。耕田嘛，所以变做讲伊呢对牛迄东西呢是唔适的。然后再来就系黄的滚条伊呢咩唔适，因为像泰疗的种批伊迄个地方泰疗唔系。可会嘛，所以呢无习惯是诶。哦，给人讲个有个香味，有错。会香味啊，加上因为老人家因咧消化嘛唔好啦，牙齿嘛唔好啊，有时就撕掉迄骨头会紧的干到。哦，难怪哦，像个牛有冇？以前俺个堂公俺会吃牛，俺路卡个种皮有冇？那种这么个牛呀！以前我耕田都大半死。对。除了一个罐头之外，其他捐赠物资募集的地杯有冇个人要特别注意的冇？像麦片，我注意的就因俺哋会有人捐麦片分种皮做周存吃。啊，我像麦片市面上有迄滚的种的囤，推的种的
哦，贴个阿鲁米个管的，啊同个推的塑胶的嗰种。因为管的像管的种的，俺哋就唔建议滚出来分种皮。做嘛嘅？因为俺哋有一袋种皮就系无小心，嘅开管的时节，输去骨头，啊流清都血，所以俺哋就惊到诶，因为对于老人家来讲系唔好的事情，所以俺哋就会建议讲以后。会卷东西，就会用个推一种的抹片的，推一种的去较好。哦，如讲今日在开个管的时间骨头啦，啊伊今日用老人家的无按太力，啊无法度开个管的安尼，错冇？对，因为母猪妈唔好嘛，所以无法度去看清楚。哦，原来安尼。我听讲其实人也会有捐赠给到除了吃的东西，因为也有用的嘛，像个皮骨。啊，都皮骨能有限定讲皮骨盆呢也系泡嘅冇？有，其实像混合时节，俺哋都建议卷泡嘅皮骨会较好。因为盆的皮骨伊较粗嘛，较大，那对于种皮来讲，伊咧洗啊吞喺熟的时节，对伊来讲其实会较困难，因为较粗嘛，迄皮骨较粗，那。较薄嘅像碳的，像凉皮，对因来讲，因为对因来讲会较强。那像混田的时节，就算因为过个迄碳的，不过迄小嫩的效果嘛系清好的。哦，如果唔是讲一听讲，也下嗰种清盆的个皮骨，反正个清盆的皮骨反而是对于老人家来讲，对佢哋来讲太重。无法度好。喺熟的时节清湿力啦。像今年咧，你无法度好洗啊，安尼，错冇？哦，啊，你能提物资也个物资的过程地位啊，还有派送物资的过程地位，你能有读到嘛？个个匹配的故事冇？有个感动的故事冇？感动故事，像头头俺人讲到皮骨嘛，俺人咧义工，公司在就会混体像。去年唔系有清婚的时节，就系霸王寒流迄时节，啊，要清婚，然后俺哋其实迄时节伊按不跳的哦，啊，俺哋就俺哋漳州就会想到讲，迄年按婚礼，那总批会唔会赶紧的摕入卡有事情，会有嘛个发生嘛？因为新冲边个遐会总批清倒，所以俺哋就打电话。迄时间，俺哋漳州就打电话去问你的义工妈妈，然后抢义工妈妈天数去你的总批的路卡去困，然后还有吞俺哋的皮骨，还有吃的东西去送过去，不因的去了解因的健康的情绪。啊，其实你话伫青岛有健康的人，唔系讲按不跳的，对于有的人来讲，可能伊根本你常常待在天花落。我爱出去困老人家，因能好还是唔好？那我有的人其实佢会感觉讲，俺无想会安尼做。按不跳的嘛，按不跳的，按过，而且完算按袂，因为迄时候伊按不跳差不多嘛有8-9点的哦。啊，不过本来较感动的就系俺哋咧摕到伊个妈妈食到天花，都无个妈嘅，因就讲好。然后就来沾红嘅皮，沾红有的东西皮，准备的皮啊，这些东西，然后可以小嫩的东西，就一直送去本安人的种皮的路卡。如本能感受到今日的温暖，如错的，如伊咧天马打开，马个时间，俺们需要俺们志工、义工的个天数啊，今日如马上入来，不管系8-9点，也系10点以后安尼。如本能同有一个有利的天数啊。对啊，就本安人就是真感动安尼。哦，头头啊，俺们有讲到木屋子个细节部分嘛，啊还有其他读到木屋子底边个匹配的故事嘛，威廉可以同俺们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，常会收到，比如说糕饼店啊，甚至一些蔬菜水果店捐给我们的一些东西。但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平常不是有一些高职的学生，我们会去考一些丙级的执照，比如说糕饼或面包。有一天我在站里面加班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一个老师带着2个学生跑来找我，他问我说：“站长，
我不知道老人家平常都喜欢吃些什么。我说有些学生捐的面包就最好啦，没有防腐剂又好吃。他就说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跟我们的师傅商量，调整适合老人家的配方。我们低糖、低盐，甚至小包装的，把它包成适合你们发放给长辈的样子。从那一次之后，每隔1到2个月，我都会发现意外的礼物。我就会发现热腾腾的面包直接送到站上来，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而且我们在发送物资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义工发给长辈，发现长辈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量又不够，甚至义工还会回头去店里面买给长辈。其实我们的义工啊，他在他的专长里面还能够加入自己的心意，对我们来说是最感动的温暖。哦，跟面包路特别为了老人家来设计讲，这个成分无共用，好冇？哦，除了面包还有其他的吗？像咱头都为你有讲到，青岛义工妈妈为天数买米粉总批嘛，那像有的义工妈，因为咱哋会希望讲，今年唔会，伊呢可以唔是一级发去改钱安尼，所以今年会提像青岛的庙，就太庙会做普渡拜拜嘛，然后有的公司像咱哋有的义工妈妈伊呢还有在上班，那公司如果有拜拜，初一十五拜拜的时间，也喺从个青叶班吐谷的时间有青岛的面啊，然后滚条啊、丝类啊、零类都有，都会囤一条东西，都会捐落俺们台疗站嘛呢，就会囤俺们天数，所以俺们是都会讲我一条义工妈妈去囤一条总批嘛，囤俺们站中天数青岛。如今年自家平常时像上班的时节啦，也喺度有睇啲其他庙方组织工，有拄到一种可以分站方有嗰度的物资收入的地方，今年都从能天数。对呀。你其他物资地方有冇个要特别注意的，可以同观众朋友讲一下嘛？像我是希望讲就係因为像有的三思伊捐落的东西，比如说伊捐钱都吹落好的，不过有的单位，俺唔系讲咱的台疗站，比如说像其他的可能站的伊呢，可能无按到的义工可以天数去囤一条吹去做送本总批，还是讲去整理。那安尼话等为做事就会总的伊困了安尼，所以安尼我较希望讲不管能收，我想我捐本哪一个单位都好，一定会先打电话，先问过路错的，可以先打电话本案的，那无就係送网路上去查，特别打俺的台疗天视站，俺哋去查讲，俺哋更加天发梯子体内嘛，那可以来站方请安人。然后同本案的站做嘛可以，打电话当然是铁架的，所以俺哋会较希望讲，可以先安尼做，就会先打电话来本案的安尼。各位好朋友，头到思涵有讲到一个重点哦，就系大家捐赠物资之前，最好先打电话到当地来问一下，看今年需要的乜嘅东西，本大家爱心发挥到最大的效果。思涵，头到俺哋有讲到总批有送今年面包送米一条。一条物资地杯总批最好买嘅东西啊！总批其实今年最好嘅系车挂，系挂嘅车挂，银挂囤面筋。面筋，哎呦，除了面筋，因为总批老人家嘛，因为走成条室内走村去青岛都是煮。是煮，系怕煮嘛，就是煮抢煮就对了是煮，因为就会感觉一条东西配煮起挺好吃嘞。那不过像车挂同银挂就有分哦，因为车挂较硬，老年俺哋总比牙齿较唔好嘅人听，俺哋时间较硬唔吐，无法吐丝嘛。那银挂较好，因为银挂伊煮啊较烂，系较软。那对于总批来讲，因为湿的时节，较好消化嘛，较好去硬安尼，所以也条东西，迄硬的总批剃好去速度的嘛，剃回去的。因最欢喜速度有种刮的啦，罐头方的个面筋啊，同饭头安尼。对。我觉得
跟樱花还有糖红的还有两种的差别，我都普通的俺的色红的都差不多啊，都圆圆，譬如说你可以吃的。对啊，俺的是差不多啦，我对老人家嘛，牙齿较唔好，所以俺的对牙条的部分就会去做一点把关。哦，如果同样注意讲健康的部分。对。各位好朋友，原来做事有按多要注意的地方哦，下一次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哦。休息一下，咱哋马上过来。各位好朋友，欢迎回到福气来耶！威利，头都讲的按多有关为物资捐赠的问题啦，要注意的地方。还有其他你能印象过深刻的个案吗？你能提大寮鸦片服务的安救的事件？我还记得大寮区啊，有一个很可爱的牛肉汤阿伯。为什么叫牛肉汤阿伯呢？因为其实他平常不抽烟，他也不喝酒。他最大的、最开心的地方就是每天下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骑着摩托车去买50块的牛肉汤，加5块钱的白饭。为什么叫5块钱的白饭？因为这位牛肉汤阿伯他本身他有肺腺癌。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不好，他很瘦，他大概跟我一样高，才170公分高。但是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瘦到剩下27公斤。安超哦。然后有一天下午大概5、6点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发现阿伯一个人在家里，其实没有人照顾，非常的辛苦，我就跟居服员的居服督导要去家里面看他。后来发现阿伯倒在床上，全身发烧。当下叫阿伯，他也不会回答，我们就马上叫了救护车，把他送到长庚医院。那个时候送进长庚医院的时候，阿伯还算有点意识。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看护的钱，因为其实聘请看护一天需要2000块，阿伯他其实每个月的低收其实没有那么多钱。那看护的费用每3天就要结一次，也就是每3天要拿出6000块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对华山大寮站，甚至对我们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啊。那其实送进医院之后，阿伯大概在第6天，他醒过来，他曾经有跟我讲说：“站长，不用再请看护了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”但是我跟阿伯讲：“阿伯，你是不是怕看护的钱付不出来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我跟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我去想办法。”但是当我一转头出去跟那个看护说，我的讲法不是叫他不要担心，而是我跟那个看护讲，我一次只能够付你3天的钱，也就是6000块。但是如果3天后我没有办法留下来，请你离开的话，你不要怪我，因为我能力有限，3天就要筹出6000块，对我来说是非常辛苦的。你最后的钱有筹出来吗？也还讲。给看护最后都离开啊，就没有再继续照顾完了。我们很幸运，在阿伯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1个月，他其实每天都在长庚医院。那我们很幸运的，每次在3天之前，就会有善心人士，甚至在网络上面就有人说：“哎呦，这个阿伯现在状况如何？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？”慢慢的把这3000块、6000块慢慢的凑齐，直到最后阿伯要离开之前，我们都还剩下大概快2000块，刚好帮阿伯买最后一层的西装。这就是两人讲的乡民的正义，网友的力量哦。也阿公摕毛黑以前，伊有同安尼讲，希望安尼答应伊2件事情可以做到。第一就是伊希望伊无会再急救的，急救同意书，伊希望安尼推放弃推抢个同意书，因为阿公伊无入开呢。去无入开，来的人无都无，因为安尼嘛联络过嘛请过的都无，所以铁米hen无法度的爱。迄安尼辗转互医局，然后摕阿公的同意下推签迄放弃的急救同意书。那伊希望伊就会安尼很有尊严的离开，无想的安亲区。那听的伊希望安尼推做到就会伊想要摕伊出山的时节，安尼华山的义军，迄款的义军团战中，可以去送去。
天的意思。那像爷阿公伊更加头位的地方，其实真正迄个地方风景真好，我相信阿公伊更加体格嘛够啊真好。风景过后，迄头前有个小河啊，后边有山景安尼可以。有山景，对。对阿公来讲，其实能够冲击其他个路卡来的啦，同某的安尼啦，佮说其他有安尼讲法，希望能脾气最后一路安尼。对。安尼其实平常时的工作甲安度也个站抢能量啥站长睇下，应该唔单止抢能量啥站长，可以把所有的个工作称红来嘛。应该有其他像头都有讲的个义工妈妈嘅店。可以同人谈述嘛？人可以同人讲一下讲，义工妈妈给人有乜个特殊技艺，那给人能会做义工，也还有乜个条件的限制，给人能可以来做义工嘛？无，其实俺哋更加真的义工妈妈，亲因的我嘅东西都在每年都冇强用。那其实俺哋对义工是较有人会想要做义工，唔会去分工。因为我有嘛个吹条啊，或嘛有嘛个经验都唔是。有个习想要做都可以来分。我呢体有影响，因为有伊在泰国，伊想伊就会，伊是做水田的，伊会修理东西。那我呢有个种皮绿卡，就会迄个较唔好嘛。那就是水田的问题真多，无就会有个耐坏啊也坏，那就会强压泰国去天数囤种皮修理。那长个流水啦，又有个坏迄个部分。也泰国伊嘛，今年是因为伊去甲迄条路嘛真无限嘛，估计都会利用伊下班的时间，无就会假年的时间，伊就会去种皮的路卡。去推呢修理水田也有问题安尼。不过像也个泰国伊去年时节就会得到催药，就咱哋讲口腔癌。口腔癌伊得到口腔癌，那伊摕开刀以前，迄时间咱哋有啲阿妈伊迄个有骨就会当坏下来，会重新再过起来。那也泰国伊就摕伊开刀以前就。佢个身体嘛唔好，佢就去同阿妈，同爷阿妈天数，同伊有个去修理好，去用好。迄俺哋就因为俺哋漳州看到，俺哋就甲我讲，就本爷泰国就讲，都开刀的，唔弄身体唔好，愿招来同阿妈天数啊，唔弄我安尼做，爷泰国就同俺哋讲。我请假个一摆去开刀的时间，我就喊出来嘅。所以我想要真个去警告我，往可以做，往可以做。我想要摕你去开刀以前，加同一件事情做好。对，所以也泰国话身体拢好个啦，开刀嘛成功。警告嘛，有害时间都会让俺哋咱同俺哋天数，所以对也泰国的影响真大真次。如果从以前强用机个偏好的，记录继续来也天数安尼。对。记录对安尼老人家其实有一个挂念睇下，不说其他会安热心，一直来也偏天数不错嘅。平常时呢，子宫也都业务按无限，其实能照顾讲嘅係老人家嘅生理嘅部分。那安尼心灵上嘅部分啊，能有盼乜嘅发通本也就。老人家也係講子宮，可以大家互相做一個心靈上的發通的夢。有，像我哋基金會一年有2擺，會帶老人家出去聊，我哋較大發通。那像較細發通，像今年3月份的時間，我哋就帶伊哋去寧武有啲保舞場。保舞大队，因为有个表演啊，然后有个装备，拢可以帮老人家去体验去教安的，屯有请迄细年的来跳舞表演帮老人家看。因为其实俺哋呢老人家大部分一点年嘛，又冇孙的啊，摕身边，所以今年看到细年都。真痛，真欢喜。像之前有一班，俺哋泰国就有办一个
较细的法通，那带老人家去博尔特区去坐迄小火车，坐个小火车，小朋友坐的这种小火车。哦。啊，伊开始俺哋嘛上老人家会唔会模仿？因为俺哋其实青岛中批，因哋唔系讲冇上去出去了，係因为今年咧叫只是模仿片，所以因哋就会感觉讲啊，爱出去了，麻烦人啊，然后会造成你的青岛会困扰，所以因哋会发生。那再来就会有诶中批，因哋就会想讲啊，爱嘛唔伫去解，因哋会想啊较唔好嘛，就会想啊去解你哋嘛唔伫。还有一球可以过啊，不过其实俺哋就会去鼓励中批，因为就会出去行嘛，出去了去认识青岛的朋友，交流一下交流，因为也条中批，大家都喺强势都差不多，因为爱同之间都会俺哋身体唔好，差唔多状态，有状态，那俺身体唔好，身体嘛唔好，所以冇需要有嘛嘅会麻烦骗人啊，还是发生，因为大家就出来了，然后就会想认识朋友安尼。那讲较唔好谈的，就会想来讲，因为老人家因呢，其实我感觉我去解你呢嘛无依旧的。那有机会可以有时间，大家安尼出来了，然后同也着老人家做朋友安尼去交流，嘛系一个挺好的事情。啊。要不然就是喺带老人家去坐迄小火车，啊，坐迄时个今年真是亲朋友。如果是俺就说，我唔会请文巧嘛，因为伊较矮嘛，然后惊迄老人家坐迄时节，我唔会就惊因会忘道啊，还是某个问题。无想到因咧坐迄时节，就会规个人，也就今年迄个欢喜个心情啊，比俺咧向上个往外抬。有，也个有看到个新闻，之前有其他带老人家出去了的新闻有播出来。啊，平常时俺们对基金会啊，有同人听书啊，我想要参加人那个发图，怎样会同人联络，也会同人参加，可以同人讲一下嘛。其实真简单啊，就天发打天发来，来本俺人讲，俺人更加有个。义工会主要听书的么？那打电话来，么就会按的那账号来请按的本。哦，这叫高兴人嘅本。这叫高兴，因为按的更加上生年的啊，青岛的义工妈妈和乡上的，拢可以做义工，按的唔会去讲啊。我有嘛个条件去限制都唔会，就只要有心都可以来报名。那像某就会去网络上去查，网络上请，就是打华山基金会，某打华山泰疗站啊，都会有迄资料啊，同俺的那天发梯子都会出来。哦，原来安尼。所以可以尽量打电话来就好了。各位好朋友。有限的时间会做的事，可以打电话，也可以上网站去请人华山基金会，看佢哋有乜嘅需要哦。今日也係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今日的故事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观众，也欢迎各位观众在闲暇的时间有时间多来华山做义工，关心我们的弱势长辈。各位好朋友，休息一下，我哋傾下嚟做運動咯。大家好，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！我是用心，今日要教大家是椅子毛巾操，结合我们的毛巾臀椅子的一个运动哦。好，大人、小人、老人家都可以适合运动哦。记得咯，你的椅子选择呢，没有轮子诶，好，最好是有椅背的，这样子比较安全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臀线上通好了运动的哦。好，我的毛巾放在我的肩头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左右摇晃、左右摇摆动作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
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我们再把我们的毛巾往下面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再下落一些些咯。好，我们跳呢，钢筋在前面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合不纯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搁在中间。好，那毛巾拿前面。好，再来整理哈。我们来做一个划船的动作哈，划船的动作。刚我记得了，我用只脚哎，好，夹紧哈。好，我们往前划船哦，开始哦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手呢，好，那手呢，好来，然后来做一个上下来交叉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非常好。今天呢，俺来开始来做主运动的哦。今天从我脚，好，我左脚在前面，好，踢出去，好，伸出去，再过来，好，右脚在前面，伸出去，好，来做左右，好，伸出去哦。啊，加上我的手，好，1、2，可以吗？嘿，3在前面，4、5、6，来做20倍哦。7、8、9、10，最面10倍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非常好。今天呢，前面做下来做一个好左片、右片的一个动作。好，左脚伸出去，手呢停住呢，好，伫左片安尼伸出去。好，再过来。好，来右片，好，左片，右片。好，来做20倍哦。准备好了哈，好，开始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请好哦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做下动作呢，记得你腳要伸出來哦，哈，要伸出來哦。好，啲隔壁嘅時間啦，好，啲左片嘛，嘿，腳盡量伸出，好，伸出去，好，能前面做下來做左右片哦，哈，來，不要準備哦，好，開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加油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左片哦，左片，右片，3、4，你數碼停到呢？6、嘿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加油！13，我做下來了，14、15、16、
17、18、19、20哦，轻等真哦。好啦，那做一个吸气，好，做一个缓和的哦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紧加了。好，安尼来突然来脚变的脚勾诶，一个动作。好，一样哦，来拉到你的后肩肌群。好，来舒伸出来，好，然后来慢慢的往下去，你的毛巾哦，好，慢慢的可能先快变存的一片，好，扣住你的脚趾，好，做停留哦，1、2、3，够牛哦，4，加油，坚持住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数风来，还能往右边的哦，好，右脚，好，脚勾起来哦，好，数两个，好，慢慢的往下去，好呢，面趴的，好，可以动动的脚趾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轻呼，好，那再从T的动作到T的动作，好了，给连接起来哦，哈，加油哦！准备，走脚出去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准备起来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左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加油！18，要起来哦！19、20，做到的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再缓和一下，吐气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来做一个延展的动作。好，来后勾脚，好，做一个勾脚的动作。好，做脚，好。慢慢的往下去哦，舒伸出，好，慢慢的往下去，好，动动的脚趾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更加稳片的哦，右手右脚，哈，来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刚刚开始流汗了哦，哈，好，来一个缓和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做到了哈，我相信你自己做得到，吐气，好，最美的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紧接呢，臀的手呢来压高哦。好，侧弯腰的动作来，臀的脊椎伸直哈，可以攀公身呢，还做些双人臀都可以做安尼动作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弯片，来弯个右片，往下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的鼓来，好，同一行的肩条，好，肩条捞扬起呢，休息，好，低后背捞。
好，对伫前面啦。好，我感觉我身体啊，感觉轻松的哟，吼。3、4，好，我头呢再来捞起来。哦，我精神我变得个好哦。2、3，好，弯片来捞。1、2、3，好，呀，通总学会吗？明日听俺能通下运动哦，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见面哦，张来了。